新闻一开始，赶紧来关心这防台。讲到这个防台暴风圈呢，按算12早起会挖到高雄、屏东，真有可能暗头过后呢，就会对这屏东来登陆。恒春的海边啊，这大鹰已经有4米外遐尼高咯。就算今仔日咧雨是一阵啊来，这恒春的居民是唔敢大意，赶紧刷车，就是惊讲这轿车会去互水淹到，要这个路牌伫要落落来，赶紧通知公所来处理。那屏东县政府呢，提早甲板手也个雾台乡山区的居民得利，确保因的安全。大鹰一直冲向金州湾海边，风台还未到，屏东恒春沿海沿岸已经超过4.5公尺。无拄过风台，外国游客拢真好奇走去沙坡看海景。有点怕，不敢靠近海边了。游客伫观景台甲大鹰翕相，也个人搬椅来看海景。屏东12无停班停课，昆明沿海各景点也是有游客。第南湾最上游具业者已经做好防台准备。来到南湾案件呢，现场的水上摩托车还有载运的机具呢，现在都已经用绑绳全部固定在一起，因为就怕呢这个台风加上晚上的大潮，会让海水倒灌到这里。风台来后，水上活动暂停，有高渡船业者到后壁河渔港，查看船只固定状况，也反探今年风台节和生意少一半。客人都不能坐船啊。风台暴风圈按算12透早接触南区平陆地，尾暗到暗时可能为屏东登陆。暗过11下晡，敢若有一阵的雨水，居民犹原唔敢大意。和兴路这停车场因为边仔工地施工，后排水无好，拄到落雨，风台就淹水，居民赶紧来刷车。淹得很高，我们都把车子移出去。兴公路甲兴西路口的路标是用要落落，风一吹，一直海发出声音，就惊路标和风台吹落来造成事故。民众赶紧通报恒春镇公所，阮就乡为有风台暴雨带来拖桥楼灾情，也提早伫7早暗时将道路边境撤离。12级风嘛，然后雨量又蛮大的，所以说我们预防性的撤离。屏东目前撤离阮州甲布袋乡山区民众110人，其中阮州民众被收容到恒春镇内饭店，确保山区居民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